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歡迎收睇科創接力賽。科學館作為本澳唯一一間取得開展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嘅科普實驗課程嘅獨家授權機構，館內嘅數字化製造實驗室就獲授牌為北斗衛星系統科普國際實驗室。當中嘅北斗實驗室設備就包括北斗導航教學套件、北斗實驗平台軟件、北斗通訊創意開發系統、北斗創客材料包以及衛星導航星座虛擬仿真實驗軟件等等。呢啲設備係點樣加強學生嘅科普能力呢？今集嘅科創接力賽就同大家去睇一睇。咁 set 完之後咧，你就要睇個衛星咧會唔會掃到地球嘅每一個角落。咁你要透過呢5個參數 setting 之後，OK 啦，然後先再做一個進行火箭發射一個動作嚟嘅。浩瀚嘅宇宙對於我哋嚟講好似遙不可及，而對於本澳嘅中學生嚟講，火箭同人造衛星等嘅航天技術喺課堂上面亦都似乎甚少有所提及。但如果想學習呢一方面嘅資訊，學生又可以從邊度學起呢？而喺科學館嘅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科普實驗課程入面，就正正填滿咗呢一方面嘅空白。科學館話，課程會先開放俾青年科技村計劃嘅學生，未來會逐漸開放到其他高等院校。喺課堂上面，學生又可以學到啲咩呢？兩個 mon 啦，而家有 show 緊一啲嘢嘅。咁右邊呢個 mon 你見得到係一個我哋北斗衛星嘅一個運行嘅一個狀況啦。咁唔係實時嘅，佢係一個上面寫咗54粒衛星之後，佢會嘅運行嘅狀況。咁呢個衛星你可以睇一睇就會話，佢咁多粒衛星入面，佢各種衛星嘅一個參數，咁個參數有機會佢就係邊一類型嘅衛星啦。譬如我點緊呢個嘅係一個同步軌道衛星啦，咁佢會一直追住亞太地區唔放嘅，咁就佢嘅衛星嘅一啲軌道參數都會喺晒入面，佢會有記錄到嘅。咁除此之外，呢個系統咧，除咗可以追蹤特定睇一睇某啲衛星嘅參數之外，其實你都可以追蹤佢衛星某啲衛星，佢會去到地球嘅邊啲位置，佢會係經過佢地球嘅邊啲位置。課堂上面，學生除咗能夠詳盡了解到北斗衛星系統嘅資訊之外，更加可以嘗試模擬發射衛星到太空。通過用呢個系統做一個軌道嘅模擬。咁 for example，我而家去設定一個新嘅衛星軌道。咁呢個衛星軌道咧，咁會有5個參數啦，咁就半長軸啦、偏心率啦、傾角啦、近地點同埋開交點經度嘅。咁 set 完之後咧，你就要睇個衛星咧會唔會掃到地球嘅每一個角落。咁而呢一個系統就會係有個好處，就係俾學生模擬喺發射衛星系統之前，你要俾佢射去地球嘅邊一個衛星軌道入面。咁你要透過呢5個參數 setting 之後，OK 啦，然後先再做一個進行火箭發射一個動作嚟嘅。作為澳門唯一取得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航空航天科技工作委員會以及中國航天電子技術研究院衛星導航系統工程中心授權，開辦北斗衛星系統科普國際實驗室。而科學館係唯一一間取得喺澳門地區開展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科普實驗課程嘅授權機構。館方透過一系列嘅北斗教材，吸引學生對理工科嘅興趣。其實呢個項目，呢個實驗室咧本身係一個 Fab Lab 嚟嘅，即係數字嘅製造實驗室。咁呢個實驗室咧，其實我哋已經賦予咗基本嘅 Fab Lab 功能㗎啦。咁再加上咧，就係我哋希望喺實驗室俾學生見到咧一啲嘅前沿咧，佢哋比較少接觸到嘅前沿科技。咁呢啲科技咧，我哋希望係好實際性嘅，亦都希望咧係有啟發性嘅，希望引導咧佢哋係喜歡呢個科技，同埋咧就係未來咧從事理工科嘅行業。亦都希望中學生早少少見到咧，就係北斗嘅技術咧可以帶嚟佢將來科技產業嘅提升係邊個部分啦。咁同時間亦都可以早啲做佢嘅生涯規劃。
早啲去睇到就係原來佢嘅興趣喺邊一方面，而去提升佢興趣嘅。所以北斗其實係一個引入佢興趣一個好重要嘅技術支撐嘅一個平台。咁通過呢個平台咧，希望佢發掘到就係佢喺呢一個理工科裏邊嘅興趣。呢一個 Fat Lab 即係數字化製造實驗室，係科學館館內其中一個青年科普工作嘅重要場所。當中嘅北斗實驗室更加係實驗室嘅重點項目。實驗室入面有一系列嘅北斗教材，俾學生可以親身接觸到國家前沿科技，更好咁樣培養佢哋對科學嘅興趣。咁 Fat Lab 本身係基於我哋可以諗到啲乜嘢而做到出嚟嘅一個數字化嘅一個製造實驗室。咁所以咧，我哋好強調就係動手，我哋好強調我哋嘅設備可以幫助佢哋咧去動手做出佢哋所想嘅嘢。而希望咧北斗咧係灌注就係喺裏邊一個技術嘅支撐咧，希望佢所做出嚟嘅就係有北斗技術嘅支撐一啲新嘅創新嘅技術。其實技術不斷發展緊，我哋希望我哋嘅實驗室咧係同北斗咧一齊去同步啊！即使話佢哋技術更新嘅同時咧，希望我哋係同步住佢哋技術嘅更新嚟到我哋實驗室裏邊，俾呢度嘅學生見到最前沿嘅呢啲嘅衛星導航嘅技術。亦都希望佢哋因應技術嘅一啲前沿增長咧，希望佢哋可以應用到呢啲技術咧喺佢哋自己嘅科創裏邊。科創工作一向都唔能夠紙上談兵，能夠將理論變成實踐先至係關鍵。喺課程上亦都配備咗唔同嘅教材，鼓勵學生手腦並用，從動手嘅過程入面更深入了解國家航天科技嘅技術發展。衛星系統已經好似好複雜咁樣，但係其實我哋國家嗰邊都俾咗一啲部分比較簡單嘅套件俾我哋，咁呢啲套件其實就唔使任何編程，咁我哋要靠接線，然後做到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定位儀，咁就會顯示到經緯度啦，最簡單經緯度同埋一個海拔嘅。咁而呢個衛星呢，咁係用嚟模擬一個我哋會用一個平板去控制嘅。咁我哋用一個平板去做一個地面站，然後對衛星做一個叫做時間修整啊。截取佢個溫度數據啊，佢個姿態數據啊，呢一啲咁就會係由呢粒衛星入面你會見得到嘅控制器北斗定位系統啦，咁就 sensor 啦，姿態計啦，同埋一啲叫做太陽能板咧，佢都可以知道北斗呢個衛星入面有乜嘢，有咩參數，然後我哋可以用一個無線模組模擬佢係射信號俾地面站嗰邊，然後做一個衛星嘅數據嘅截取嘅。咁你見得到呢個就係一個簡單嘅教具啦，呢啲簡單嘅教具啦。北斗衛星系統嘅技術可以延伸至非常多嘅層面，除咗大家日常用到嘅導航之外，包括物流、網絡安全、自動駕駛以至 5G 互聯網等，喺課程入面都會教導學生點樣利用北斗提供嘅數據進行其他科創工作。咁因為自動駕駛佢係露天嘅，咁有機會用到一啲北斗衛星系統嘅數據，然後我哋會俾學生做一個係室內同埋室外嘅一個自動行駛嘅一個模擬測試同埋一個仿真嘅。咁呢一部車佢就會係用嚟做呢樣嘢啦。咁而呢一個你見得到呢，就會係北斗衛星一個特色啦。咁其他導航系統冇嘅，就會係短報文系統啦。咁短報文系統最簡單就會係我哋係可以 send 一個好簡短嘅 message 上去，咁係漢字、英文都得。咁大概理論上200個漢字左右嘅。暫時呢一套嘅話，咁你話真正短報文嘅可以2000字都得。咁呢一套系統係用嚟射短報文上去嘅。咁就由地面站嗰邊接收完之後，就會係睇翻放咗咩短報文上去。咁呢啲應用可以用喺一個好緊急嘅狀況下面，譬如求救啊嗰啲都會用得到嘅。Fat Lab 除咗有北斗嘅教材之外，亦都有唔少高智能、小型化、高安全性嘅數控設備，例如鐳射切割同3D 打印等。目的係為咗讓學生喺科創嘅路途上面，可以將唔同嘅技術互相結合，從而激發出更大嘅創新。實驗室點解會有埋其他嘅 Fat Lab 嘅設施呢？就係希望北斗其實係融入喺其他嘅科創嘅一啲嘅主題裏邊。希望佢共同創造出一啲新嘅主題出嚟。咁所以我哋呢個實驗室基礎係 Fat Lab，但係我哋嘅核心技術支撐係北斗。點解授牌意義係咁大呢？因為授牌意義就係我哋不斷有新嘅北斗技術嘅支撐，
去支撐住我哋嘅實驗室嘅成長，亦都支撐住我哋一代一代人嘅成長。咁其實北斗嘅進步咧，都唔可以缺乏於就係一代一代嘅科技工作者，或者係我哋新一代嘅加入科技行列嘅年青人咧嘅一代一代嘅努力同埋佢哋嘅接棒。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